好，咁我兩點之間嘅距離啦嚇，咁用邊個減邊個都冇所謂嘅，咁我就用我用呢個 x 二減翻 x 一啦，咁即係二減括弧一減 k 成嚿嘅二次，再加k 加一減 k 加一減 k 嘅 square，即翻個 square root 就等於 square root 26，咁我兩邊咧就整咗 square root 啦嚇，然後咧呢個我哋化一化簡先啦，呢度會 expand 開呢嚿嘢啦，就係二減一加 k 啦。二減一加 k 就即係 k 加一啦，咁即係 k 加一嘅 square，再加呢一個咧係一嘅 square 嚟嘅，就等於26。咁即係話 k 加一嘅 square 就等於廿，咁所以 k 加一就等於或者 k 加一就等於負，所以 k 咧就等於4，或者咧 k 咧就等於負6。好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D 火多嚟嘅，D 火多嚟嘅。